大乡亲啊，今仔日5月20是总统蔡英文执政满6周年。上新的民调，46.2%的民众赞同蔡总统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，甲顶个月比起来是落降3.7个百分点。蔡总统平均的分数61.55分，是这6年来分数上悬的一届。也毋过面对着本土疫情大爆发，有高达49.2%的民众无相信政府有做好准备。总统蔡英文2年前顺利连任，伫520执政6周年这日天，最新的民调显示，讲有4成人赞同蔡总统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，19.5%无赞同，甲4月份比较起来，赞同的比例差3.7%。也毋过有6成外民众认为，蔡总统6年来这个成绩上无60分，平均分数是61.55，这是这几年来上悬的。蔡英文总统其实一直以来，在重要的关键时刻，他一定会站出来，站在人民的立场，为大家发声。那这些发生的一些方向，人民都感受到。蔡英文总统在过去的2年当中，其实他也沾了不少陈时中部长的光。在防疫上面，使得大家对他的满意度是不低的。即马本土疫情大爆发，确诊的人数超过100万，嘛有49.2%的民众唔相信政府，相信的有37%。与病毒共存的转接跟转折点当中，大家心中难免有不安，反映出了整个民进党政府大内宣真的很厉害，防疫真的很不行。南洋智库第13公布的民调显示，50%的受访民众无满意政府伫1年以来防疫表现，也毋过满意的嘛有43%。伫疫情遮严重的520，政府的防疫作为一直受到民众的检视，恐惊嘛影响到年底9合1的选举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